由嘉里建設發展位於元朗大棠路111號嘅朗日峰單棟式住宅項目，設會所設施，戶型涵蓋1房至3房，主打2房，合共提供82伙。項目大門外設有小巴站同港鐵巴士站，住戶可以乘坐港鐵巴士到元朗站，再轉乘屯馬線前往各區。附近設有巴士站，可以乘坐巴士到大欖隧道轉車站，轉乘來往各區嘅巴士。項目坐擁北部都會區嘅優勢，而且鄰近多個關口，30分鐘車程即可到達福田口岸，十分適合需要中港往來人士。屋苑旁邊設有超市、便利店同埋小店等等，提供基本嘅生活配套。想有更多嘅選擇，就要到元朗市中心，設有多個大型商場，提供各式各樣嘅店鋪，包括日式超市、戲院等等，更有多個街市、多元化嘅民生商店，滿足住戶嘅生活需要。朗日峰2價現樓，發展商都開放咗幾個時位俾我哋參觀，即刻同大家一齊開箱單位啦！首先我哋去參觀嘅係2房單位，11樓 G 室，有裝修2房開放式廚房單位，實用面積407尺。一入門口就係客飯廳連開放式廚房。先睇客飯廳同開放式廚房。開放式廚房以1字形開則，上下廚櫃配備基本家電，包括洗衣乾衣機、微波爐、煮食爐同雪櫃等等。開放式廚房接住落嚟就係靠牆嘅，擺放咗4人餐台。另外一邊係客廳，擺放咗電視櫃、3人梳化同茶几等等，依然有唔少嘅活動空間。廳區外連3合1大露台，擺放咗戶外家具，望開揚景觀同埋遠眺山景。浴室有窗，屬於名廁，以旗杆設計，設有鏡櫃同洗手盆櫃，亦都有層架作收納。呢一間睡房間隔方正，單人床靠窗擺放，亦都擺放咗大衣櫃連收納層架。走廊嘅盡頭就係主人房，雙人床靠窗擺放。同時擺放咗一個大衣櫃連床頭櫃。我哋再去睇下下一層同樣間隔嘅單位，10樓 G 室，原裝交樓標準嘅單位，門後邊有少少嘅空間可以放到收納櫃。客飯廳連開放式廚房呈長方形，間隔方正，容易擺放家具。外連露台，雖然係低一層，但同樣都望到開揚景觀。浴室有窗，以旗杆設計，配備交樓標準嘅鏡櫃、洗手盆櫃同層架作收納。睡房間隔方正，可以擺放單人床同衣櫃，亦都可以用作書房。主人房以長方形開則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同衣櫃，設曲尺型大玻璃窗，提升房內採光。然後我哋再去睇下另外一個2房間隔嘅戶型，11樓 F 室，實用面積369尺，有裝修嘅2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通過玄關位，左邊係 L 型嘅開放式廚房，設有櫥櫃，以及配備基本家電，包括煮食爐、洗衣乾衣機、雪櫃及微波爐等等。客飯廳同樣以長方形開則，2人圓台靠牆擺放。接住落嚟係客廳，擺放咗2人梳化、電視櫃同小茶几。外連3合1露台，放置戶外家具，望開揚景觀同埋遠眺山景。浴室以趟門設計，節省唔少嘅空間，以旗杆設計，並配有收納櫃以作收納。呢間睡房打造成為書房，與廳區享同樣景觀，擺放咗書台同特色書架。主人房呈長方形，雙人床靠窗擺放，另外擺放咗大衣櫃連床頭櫃，提供儲物空間。再同大家一齊睇下另外一個相似嘅間隔2房單位，11樓 A 室，實用面積393尺，同樣都係2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入門通過玄關就係客飯廳同開放式廚房，上下櫥櫃以及配備基本家電，包括微波爐、雪櫃、洗衣乾衣機及煮食爐等等。客飯廳間隔方正，容易擺放家具。廳區外連3合1露台，望開揚元朗市景。
睡房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浴室以趟門設計，節省唔少嘅空間，有窗有利排走濕氣，以企缸設計，配備交樓標準嘅洗手盆櫃同鏡櫃，提供收納空間。主人房呈長方形，間隔方正，可以放到雙人床同大衣櫃，都有空間可以再放梳妝台。曲尺型大玻璃窗，望開洋景觀。最後同大家一齊睇埋一房間隔嘅單位，11樓 C 室，有裝修嘅一房套開放式廚房單位，實用面積278尺。一入門口嘅右邊設有一個嵌入式嘅收納櫃，提供儲物空間，亦都放置咗洗衣乾衣機同雪櫃。另外一邊就係一字形嘅開放式廚房，上下廚櫃，並設有煮食爐同微波爐等等。跟住落嚟係下飯廳嘅位置，2人小圓台靠牆擺放。客廳擺放咗2人梳化同特色茶几同埋電視櫃。外連3合1露台，望開揚元朗市景同埋遠眺山景。睡房間隔方正，雙人床靠窗擺放，亦都放置咗衣櫃連床頭櫃，提供收納空間。浴室位於房間入邊，打造套房設計，並以趟門設計，令到整體空間更加實用。以企缸設計，設有鏡櫃同洗手盆櫃以作收納。再帶大家睇下同樣間隔嘅一房單位，11樓 D 室，交樓標準嘅一房套開放式廚房單位，實用面積278尺。入門玄關設有嵌入式嘅儲物櫃，設有洗衣乾衣機同雪櫃。開放式廚房雖然空間唔大，但依然有配備基本家電。廳區間隔方正，可以放到1至2人用嘅家具。並且外連大露台，望開揚景觀。睡房呈長方形，可以擺放雙人床同衣櫃。浴室位於房間內，打造套房設計，企缸，並且設有鏡櫃同洗手盆櫃以作收納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，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 我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